第8屆立法會選舉就嚟到啦，目前各候選人都在全力拉票中。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，點解大家會揀郭偉強？全力支持5號郭偉強。郭偉強同我拍檔咗幾十年㗎啦，我可見證佢係有熱誠、有魄力，亦都係有能力為大家做事服務。佢無論喺地區工作也好，喺立法會嘅事務好，佢都係全心全力為公眾服務，而且係有正職嘅立法會議員。郭偉強係我哋工聯會嘅代言人，亦都係為我哋基層撐我哋社會。其實佢從政咗20幾年咧，其實都一直都好支持我哋，亦為幫我哋工人啦，幫我哋基層去發聲。郭偉強咧愈強越強，連任3屆立法會議員啦，同埋4屆嘅區議員，始終得到好多市民嘅支持同埋信賴嘅。我哋一定要支持呢一位資深嘅議員啦，必須企出嚟投一票，守住強哥嘅議席，共建美好香港，選出心儀的立法會議員。記得12月7日出來投票啦！